对，而且是还不是酒后，是酒后，后来50月内还会禁止到说这那你不会走啊？对什么？我在那个任务上面那个快手上面我看过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个问题是，在那上面是今天你觉得他们两个会有几 K？ 那我们现在请小戴在现场也给一个数字，你觉得他们今天会有几 K？ 你认为他们两个投手今天可以投出几次三振？概念就是一场打这3上3下不是3个。对，3个主，那我说总共有2、3个人。所以上限的话就是今天是7、20，最多是。好，9，合计2个合计9，你们有信心达到9？对啊。大卫预赛高中球速最快多少？哇！还我有。没有。那帅哥，帅哥。不可以收回去。动物赶快先收完，等一下要去签名拍照才有时间把东西摆好。摆好。刚刚关键问题。记者都不敢问，你问。对啊。有没有人？我要问，好，下一个。没问题哦。大卫预赛高中球速最快多少？哇！最快！在讲这个。还我有。没有。史上最老先生。